着义大双人牵做伙，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。想起故乡心爱的人家。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伙，心所爱的歌，今日正式要邀请创作出《流浪到淡水》，啊，还有伊是咱的宝贝，还有对这的经典杰作的陈明忠老师来甲咱做伙。啊，我嘛要请你先来听，甲真知己的金曲歌王王俊杰讲起双人交陪往来的过程。用心过日子，阮不是爱。我细汉学的是古典的音乐，啊，我学古典音乐的时阵，迄阵我听的台语歌，就是我迄个时阵听江蕙啊，听罗时丰啊，吼，听黄乙玲。有一天伫咧电台内底听到有一个人叫陈明章唱的下晡的一出戏，我说哦，台语歌让生这款哦，啊，就伫咧我的头壳来定根吼，伫咧伊的心中有一种声音，迄个声音的模样只有伊家己一个人知影。要怎讲吼？就是，譬如讲，伊会定定讲啊，伊做音乐内底，伊有用伊的海洋吉他，海洋吉他吼，啊，伊佫有用这个啊，甲乐琴调做什么种的迄个调弦的方法，啊，吉他调做有乐琴的调弦，也佫有什么种调弦，伊会当讲出真侪画面。尾啊，我想的，这是伊心内对声音的一种秘密，只有伊家己知影的一种画面。对于伫伊的身上学着上大的一项物件叫做纯粹。我感觉一个人吼，一世人只要做一件代志，会当家己做甲非常的精通，非常的入去，安尼就有够啊！我这个代志伫咧陈明章老师的身上，我有看到。感谢你真正胆足在吼，拢无想济，互我经过真侪无共款的挑战，比如讲较早咱。较辛苦的时阵，既然互我做黄飞的经纪人一段时间吼，这我全台湾第一个青梅，干那我尔。啊嘛，尾啊，咱安尼做音乐剧，想袂到你安尼叫上最好的，互我做全世界第一个音乐剧目睭无看的人的这个编剧搁做指挥吼，这是你对我的信任，我永远拢藏伫心肝内。我要祝你身体继续勇行，酒继续熬啉。啊，继续甲维护咱，然后咱继续打拼，做更较趣味的代志。天色渐暗落来，乌云你是安倒来？一个热天的下晡，雪来落着一阵的蒙蒙啊雨，踏着点点的过路。雨哪会变做这呢粗？雨水拍伫布棚顶，看伊的鸭爹雪拢走无。下晡的蛋三五牛。看伊的人拢无，看伊的人拢无，落个声气轻团圆，大脚无一声好，内顶是拢全苦。
天色渐渐暗落来，乌云日时暗倒来，一个热天的下晡，雪来落着一阵的蒙蒙啊雨，踏着点点的过路，雨哪会变做这呢粗？雨水拍伫波旁顶，看伊的后壁煞拢走无。下晡的单衫乌娘，看戏的人拢无，看戏的人拢无。落个声声声凄轻团圆，大脚无一声好，内顶是拢全好。下晡的单衫乌娘。看戏的人拢无，看戏的人拢无，落个声声声凄轻团圆，大脚无一声好，内顶是拢全好。少年的时阵，有人讲伊是台湾最后一个民谣吟唱的传奇。即马人拢称呼伊是民谣的大师。毋过在国中心内感觉，伊无需要任何的奉贺。咱来欢迎陈明忠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国真你好，老师头拄仔听到咱的好朋友俊杰所讲的遐话，真正感动呢。伊有讲出心声啦。因为1998的时，我是先叫伊来弹迄个苏来尾帮车的钢琴啦。因为内底中我一大钢琴，我甲伊弹上适合。啊，你都毋捌伊啊？你去倒位听到伊的琴，伊会讲？伊甲萧煌奇两个伫迄个一间咖啡厅，因咧唱的时阵，我就去看，我就熟悉因啦。啊，只是讲无迄个机缘甲因斗阵做伙安尼。是要啊，大家感觉会默契会合，我毋知招来做一张唱片。啊，敢袂歹，啊，拄仔叫准强啊，无我还我一张。还我互伊去做一张制作，嘿啊，嘿啦，啊，才安尼慢慢啦，一直起，啊，规团就愈做愈好。尾来，阮就开始就家己做阮的专辑啊。迄阵当出下晡的一出戏嘛，啊，甲掠光歌嘛。啊，你迄时阵，你去迄阵叫迄个哦，向金嘛吼，某一方面金嘛吼，伊无甲你讲甲你金是，伊电台、电视台无互你去安尼尔。安尼就是金啊。哦，对啊，安尼啊，所以我只有安尼一支吉他要爱突破。讲我一支吉他绝对要唱红就对啊。啊，毋则我1991校园巡回10几场嘛，啊，第1992个巡回10几场，总共巡回20几场要30场有啦。啊，所以迄代差不多精英即嘛，差不多拢差不多50几岁即嘛拢伫咧线上啊啦，嘿啦，野百合迄代啦，所以是差不多10年啦，10年写的啊，本来嘛是讲无机会通好发表啊，但是我讲对写来讲是应该是对台湾的一个记录嘛，啊，所以迄张内底足经典的，迄张内底有云游四海嘛，对无？啊，有乌鸦的云嘛。有慢慢啊来唱嘛，红砖仔对无吼啊，红砖仔桥哦，红砖仔哦，个家族哦，都家，我写字咱去歌戏班，哦，啊，搁迄个写着迄个花世界对无？哦啊，啊，搁有啥卖鱼的吧？哦，拢足经典。迄个时阵拄我会创作20个到30个黄金期嘛。啊，其实迄是规下晡的一出戏的迄个规音乐剧的迄个架构啊。
阮听到迄10几条，原来是20-30条牵出来，原来是一个大故事，一幕一幕。什么款的原因？是拢伫咧内底。啊，你哪会甲别人做歌的方法无共？你头壳毋着已经有一个剧本，有一个拿度。因为迄个时阵写歌词的是我的好朋友，伊叫做陈明仪啦、陈明如啦。我先唱《kind段让我听，哦，甲长山过台湾，因为伊还袂听我已经写这2条歌好啊。哦，伊开始就写歌词好啊，我就定定坐，我都来载伊去世界说，阮就开始构思这挂故事。我来卖戏，虽然赚无偌济钱，对对。这卡金手指1钱2分2，这么轻啊，这么轻。嘿，因为阮兜开金仔店，所以我知影1钱3分2的，要订婚的手指人拢是，你知影我？较早订婚的手指1钱3分2是足少的咯，嘿啦，足可怜就对啊啦，嘿啦，这卡手指1钱3分2，这么轻，挂伫你的手。对阮的将来，你是有信心？这什么有够强的啊！所以讲，伊带责任啦，嘿。是谁去找着你讲？咱来写《流浪狗淡水》。小杰。哦。潘小杰，嘿。小杰，因为我甲伊熟识足久啊，因为阮较早咧摊定来咧啉烧酒，伊来找我，伊讲要甲王伟甲炳辉啊做一张新专做一张专辑来，伊讲咱都无钱，咱就来去迄个村庙，迄个地点来咧甲录就好啊。我讲你若要安尼，我无爱做。若要做，咱来真正甲做一张唱片，安尼啦。因就好同意，当然我就去招股东安尼。招股东掠我是你家己迄条歌的灵感，安怎样出来？应该讲有缘无缘，迄个物件是做奇里米露的时阵，好少人叫我做奇里米露，迄阵就有啊嘛。像甲因练团练半年后。一天暗嘛，转去厝里，坐钢琴顶头，灵感来啊！赶着风琴，摕着吉他，就一个赶风琴嘛，摕着吉他嘛，一个吉他嘛。双人牵做，就开始故事就写出来啊！所以我若无甲因练团练半年，无啦。足侪物件是因为有感情了后才夹到阵啦。比如讲黄伟对了哦，迄是我。签了后，差不多要1年啊，我才写出来啊。有一天伫迄个台北市的市立路口，暗时啊12点外，就行市立路口，唔知影灵光一闪，就写出来啊。你家己发明台湾民琴，唔是呢？你这袂琴呀，唔是民琴，这袂琴嘿。这就真正去，我44岁才去学的，去甲丁顺伯啊，在丁顺伯啊学的。无伊教我可能行动了无遮厉害。迄事啊，双阿姊，第一阶段是天家地。第二阶段是咧老母亲老爹喂，唔信啊你甲想详细，哎呦啊喂，哎呦喂，迄个骨头是老爸予咱的目屎咧老母啊喂。阿姊，手举月金仔来啊心肝，一手来做囡仔伊倒一拉，手单你着哎呦喂，啊牛啊，为阮为哎呦啊喂，哎呦喂，迄个12月寒冷。才来唔知看你了，哎呦喂！
老师，赞赞赞！老师，唔过吼，阮是安尼看你20几岁啊，就咧写红目达啊，结果你讲你47岁才去学乐器，这无人要信啦。我20岁，我就买一支月音弹啦，因为我听到达啦，红目达啦，我就听伊物件呀。但是歌袂晓安怎弹啦，是朱丁顺教我的啦，爱写尖尖啦。因较早是摕迄个刷鱼无，刷鱼骨头，还是迄个竹片啦，啊一尖一块块啊，足紧的安尼啦。哎，美甲再甲我讲，我才知啦。啊，真正藏伫咧心内20档。嘿啊，迄阵哦，因用迄个钓鱼仔线对无？啊，用铁舞刀甲握到边，啵，啊，才落甲迄个三角形的啦。嘿啦，啊，所以这讲这文化，啊，我毋知52岁转来才开始教围琴啊。啊，开始举办民谣节。对，52岁开始，啊，到今15年啊啦。冷冷的风，吹阮红的目眶，清清的街，照阮白白的头毛，叮当的脚步。咱春分行甲东北，什么人要来看？要来看阮的手，阮来的时，行着白白的沙坡。来的时，行着爸母的脚步，是毋是梦？当少年无烦恼的心，予阮想起阮来的时。是落，是什么款的日子？是阮生活的滋味，是人生的苦，甲甘蔗的甜。是什么人可阮想起阮来的故乡，是阮的闺女，甲甜的梦。是什么款的日子？是阮生活的滋味，是人心的
苦，甲甘蔗的甜，是什么人可有？想起阮来的故乡，是远的月亮，甲长的梦。我20岁听到陈达拉的歌，我听我就去买一支乐琴开始弹。1986年的时阵，我拄啊好做着侯孝贤的《恋恋风尘》，啊，我就甲2支3弦，我斗阵，第3弦吉他，啊，到3弦理论互我算出来，我就用迄个《恋恋风尘》电影配乐。啊，迄个1993年，我做侯孝贤的《希望人生》，我就用2支乐琴，大调贝斯、小调贝斯，安尼，我甲这组合。我就变做乐琴吉他，我就该做迄个伊的电影配乐。啊，你较做得奖啊？哎对啊，你做的就得奖啊？哎呀，对。所以南管上早学着，上尾也才用着。我用迄个花样的电影配乐，系啊。你讲我写海洋无？我用布隆巴布尔森，我甲转出来，变做海洋吉他。你头拄仔咧讲啊，恁兜开金仔店呢，老爸老母敢袂念？讲咱这是遮好的实在的事业，啊！你去望迄音乐，阮母也想要叫我去接金仔店啦。啊，我甲讲吼，我只是人干，想要做音乐，所以才支持我的。啊，今日我讲阮小弟，阮小弟做兵对讲，我就拢教因2个啊，我就开始世界流浪啊，嘿啊，写我的歌。啊，毋是我那有一站，家己金仔店楼顶，搁开班讲教吉他。哦，对，迄个形象。哦，陈阳啦、胡德夫啦，常常嘛去阮看遐，啊个阮王明辉啊、徐金春啊，拢我来拢来我遐耍啊，啊我还有钢琴啊，啊个有迄个雅马哈的四轨录音座，迄阵雅马哈四轨全台湾无几台啊，哪出来尔，啊佫是录音座，啊佫是用卡带啊，哎呀，啊所以我是足幸运的啊，嘛爱感谢阮老母啦，哎，啊所以安尼一路行开才有办法，安尼，啊慢慢啦。才按乐琴，等按民琴出安尼对啊。我就叫阮师傅互我迄支乐琴的迄个弦无吼，迄个桶啊，做迄个桶啊，啊头前6条线嘛。用吉他弦。哎对，结要个试验起来，声音足水个啊！我迄个西班牙迄个阿罕布拉迄个定级琴咯，那讲起来声音嘛个水。我即届迄个人生舞台新红了看剧团这个专辑。我规张差不多80%、90%拢是用民琴弹的，啊，足好听。差不多15年前，甲日本交流以后，我才去按迄个日本的丝仔线，系啊，甲升转来民琴，啊，所以有丝仔线的迄个琴，你弹落去，敢若转去迄个1000年前，你知？系啊，啊，所以我感觉想说。人生就是安尼一步一步一直行过来，啊，你会使做到倒，吼！啊，我比如讲，我早下捌头这音乐剧做煞，我心内想要做，就是新乌鸟歌剧团，写着杨三郎因这代，吼，文英啦、白兰啦、纳卡诺啦，吼，啊个足迄阵吼，咱台湾的第一个歌舞团，是吧？歌剧团啊，毋是讲第一个歌剧团，足好耍的啊！啊，这故事是阮母甲我讲的啊。我写
新罗了歌剧团已经写20年啊。对啊，你甲看，人一般咧讲，这是老师的新专辑，毋是啦，拢藏伫老师心内啦。啊，早捌头其实写好是60岁啊，写30天。有当阵啊写，嘛是会去当着阻碍。我写上久的条歌叫《德基树》啊，头半段写在个，甲下半段写在差8年的时间。是安那会差8年？啊，早咪德基有伊，吼，这顶半段对无？吼啊，8年后拿阿花拿种花啦。嘿，不管出来啊，朋友啊，咚，安尼写出来，是我个灵感8年才接起来。写歌写到讲找袂到出路的时阵吼，是毋是？无卖写啊，无啦，我无免讲家己写歌过啦，一定是有灵感我才有写物件。我有当可能2年无办法写1字啦，嘿。啊，所以毋是讲我著爱去游山玩水，去看到啥物代志，我才有写物件。你讲叫我坐办公桌，我无办法写，像你个足厉害，会使写情歌啊，写，我无办法，我一定要拄着故事。啊，所以你会听我的歌内底足侪故事的，嘿。啊，20几岁啊，就安尼规铺的故事，咱咧讲。无啦，20几岁，迄个阶段有迄个阶段对无？20几岁迄阵就下晡就出去对吼，对无？再回来北投啊。对吼，啊你甲差不多，1994伊是咱的宝贝啊，对，迄个去张嘛，对无？什么小龙虾批啊，啥1996就对啊嘛，对无？啊1998就流浪到淡水。啊无1999流浪到淡水啦，嘿啦，流浪到淡水，迄张啊足精彩。过来，苏来买房车，阮上爱玫瑰花啊，拢一个时期啦，过来。2000年是林正盛的幸福进行嘛，对无？啊，2003是迄个海洋游荡火新娘嘛，我一站嘛。啊，我今年我这张专辑来，我都有迄个我甲萧吉珍做迄个南回铁路迄个电影配乐嘛，南方寂寞的火车啊，我讲足好听的啊，对我讲写嘛足满意的啊。夜快车载着阮的行李，渐渐要起行，勇勇地过故乡的迄条路，谁的时阵搁回头？心内思念的山甲海，有你在等待。阿娘啊，你若对阮好，唔通暗早牵倒在。得顺你途心内苦，移山倒海南回路。有情阿娘啊来看阮，唔通望伊受风寒。
老火车载阮过风港，放了车站吃便当，洋洋离开故乡迄条路，什么时阵再相逢？心内思念的山甲海，有你在等待。阿娘啊，你若对阮好，唔通暗沙干目屎。蝶顺离途心内苦，依山倒海南回路。有情阿娘啊来看阮，唔通放伊受风寒。蝶顺离途心内苦，依山倒海南回路。有情阿娘啊来看阮，唔通放伊受风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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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方小木火车嘿，你有用到咱所讲的台东人恒春调这方面的歌曲？哇！蝶顺离途哇哇歌，依山啊倒海含泪花。有情阿娘啊着该送，唔通放伊来落烟花。啊，你甲改？改，毋是改啦。因为伊去南回铁路，伊爱炸山嘛，伊就较早无机器嘛，拢用炸药崩的嘛，啊，足侪气的会去崩死嘛，啊，所以你会感觉迄种凄凉呢。对啊，迄落我一讲就写出来啊，迄个所在我会记忆足深的啊，因为，是安尼啊，阮师即几年往生啊嘛，恒春师对无？啊，伊做恒春嘛，对无？啊，迄个，我捌待在台东这边待10几年嘛，啊，搁迄个做迄个大讲啊，做乡音嘛啦，迄个现在帮寮的迄个潘志全老师嘛，伊即摆已经无看的啊，咱有一寡阮寮的身躯的嘛，所以讲起是去活哩个时代，拄啊是我的幸运啦。你即摆会囡仔哪有可能有迄个机会去看咧？伊爱去听录音带，还是录影看录影带，伊才知影即个现象嘛，对无？啊，我是亲身接触的嘛，对无？你看我会使接触到李天禄，对，我会使接触古天乐，我会使接曾进财，对无？我会使接触杜丁顺，我会使接触郭英兰，对无？我会使接触胡德夫，因都稳伫咱的身躯顶，系啊，开始亲像你啊，咱伊会甲咱讲故事，讲啥典故啊。啊，咱会知影哦，安怎来安怎去啊？啊，咱会去学着物件。啊，我是因为我有学西乐嘛。咱这寡咱台湾的物件，我会使甲因用西方的方式，甲归纳以后，加成嘛。啊，无甲朱丁顺学是一句一句学的啊。哎，大家都无共，个超破话歹翻的。你学西乐的人要变过来台湾音乐这边，敢若讲对台湾音乐有一个足强的兴趣。我听到陈达的物件以后，我就听到伊的乡村调，我就颠掉啊！讲咱的学生甲因无共款，啊，要安怎？咱是2条线，咱两音和弦，啊，西方是3和声关，
所以无共。但达拉的物件，甲我颠着以后，我才去找台湾土地足侪音乐，我开始在替我才开始去拜师啦，嘿啦。啊，其中一个吼，我那对台湾音乐较有研究、较有兴趣的人，甲你吼，毋那敢若讲有熟悉，听讲佫是好朋友，老福州。我甲伊讲起来是正兰花熟悉的。正兰花、马兰花嘿，这去听人讲着228的代志，敢是安尼？因为我是去石顶仔啦，石顶仔迄天也嘛无办法转去嘛，因为伊伫咧内底石顶仔花市市区内底啦。吼啊，入去了后，迄个暗时啊住因兜嘛，啊就甲伊啉烧酒。啊，迄个伊就是228的时阵，伊同时去用更铁线拍死，等咧田寮港对无？啊，伊就行去用各种警出来，伊隐姓埋名，安尼一世人伫啊。啊，伊哪讲哪哭，我哪有可能？我一世人毋捌听过这代志，我当日转去问阮老母，阮老母讲，囡仔点点有耳无喙，啊，我才开始找真相。哎，迄是戒严的时代呢。 26连你找真相的人，无定都有代志呢。啊，我迄阵差不多26个啊，对吧？我开始去找资料，去问人，啊慢慢才知影讲哦，唔是因讲的安尼，嘿啊，嘿啦。啊，我上趣味是掠光我做煞对无？伫过当年一个按绿岛应关，毋知关10几年的70、80个老阿伯啊，伊讲竟然找到阮兜来，伊讲要甲我说多谢。是安那要甲你说多谢？伊讲有阮做掠光我要一水鱼啊，写出因的心声。对吧？啊，所以时代一定会变的啦，系啊。啊，所以你头拄仔咧讲恁老母，毋那干那甲你讲228囡仔人有耳无喙，对啊佮甲你讲乌鸟歌舞团的代志。对。乌鸟，伊就是一天天咧唱每日思念你一人，要你行三支对，望你啥几啊？啊，伊拄啊好运，伊拄啊相连啦。啊，甲第一剧场，伊去。退人卖票啊！啊，有通看戏头迄个啦。啊，所以甲我讲迄个乌鸟迄个因伫遐表演的故事啊啥，加减啊，啊我就拢听喜悦啊。啊，我就最有兴趣啊。主要是杨三郎啦，三郎写的歌太厉害。望你早几晚了，哦对，迄个秋风夜雨对无？啊，迄个江都夜雨对无？你是安那讲将即个故事藏在脑海内，到尾啊竟然变做？新乌鸟变做一条歌，甚至一个家己写的歌舞剧。我来去找资料啊，找因规定人的资料啊。一、2、3，来。青春美丽，真正的歌声。乌鸟、金鸟、红鸟、灰鸟，阮拢是纯情的鸟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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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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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过的新曲，伴咱做阵行，今
来哟，紧来哟，阮是乌鸟歌剧团。紧来哟，紧来哟，阮是乌鸟歌剧团。唱着故乡的情歌，唱着咱的爱情故事，唱着咱的青春的浪漫。你跟我，你跟我，我跟你，我跟你，快乐的阿哥哥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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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新剧伴咱做阵行，紧来哟，紧来哟，阮是乌鸟歌剧团。紧来哟，紧来哟，阮是乌鸟歌剧团。紧来哟，紧来哟。阮是乌鸟歌剧团。2003年迄个时阵，规个唱片去互迄个电脑拍死啊！拄想哎，要怎啊？迄阵要怎？啊，甲心内有一个心愿呐，讲。我南管也会晓个，北管也会晓个，吼啊，迄个歌啊也袂歹啦，吼啊，对无？啊，民谣嘛会使啊，啊，唯一咧恒春调，我是学一半嘛，一知半解，你听爱？啊，就问我朋友，高阳的朋友讲，哎啊，恁有熟悉恒春，啊，佫有人弹最厉害无？吼啊，唱最厉害无？啊，伊就讲啊，佫一个伫个，啊去我就去找伊，我听你哦，去我就调的啊，啊，毋知连续去7年。我甲学7年啊，一年差不多去2届、3届啦，啊，一届其拢带到1礼拜。嘿，迄毋是干那老师甲先生呢？我知影你安尼甲伊是足亲的。我若要去就讲，你要来哦，你要来，我就煮土豆丁甲请你，吼，啊对啊，哦，好好，我入去，紧来啦，紧来，哎，足熟啊，足熟啊，嘿啊。啊尾啊吼，你原来甲出规地专辑？甲出专辑是因为。伊有价值咧留落来啦，伊甲陈达啊，因两个风格完全无共。我会算个，哦，但是伊大调，陈达4度，啊，哦，伊是4度，伊5度。
烦恼。拿来。平步调啦，你敢若咱伫唱流行歌的时阵吼，是愈少年吼，愈幼气吼，愈缘投吼，愈唱会好听哩呢。民谣吼，愈做下70、80岁来唱，迄个味拢才会出来啦。但啊是安尼遐好听，无喙齿碰老风，才有迄注定咱唱的时阵有迄个。爸爸的迄个历史的优越，几百年、几千年的优越感安尼，无毋是优越，几千历史感安尼啊出来，你听了你会忘记。有啊，听你甲出来 CD 就忘啊。我10年前唱的，甲即嘛我即嘛是愈唱愈好听。我较早唱甲无迄个味哩尔，无迄个红白沙的味，无迄个罗山风的味啊。我即嘛愈来愈有啊。毋过你是学着吼，你就足要紧，要加教歌人安尼，你就倒来北投办民谣节啊，就安尼一年一年一直坚持安尼。卢凯祖伊嘛是有弹过琴啊，哦，排湾族嘛有啊，对无？哦宜兰嘛有嘛，对啊，所以我拢按考到，你每一个所在宜兰有歌调，对无？有啥，对无？对啊，这个跟考来来，我北投论琴嘛，逐年有新生代因若要学，我就尽量互因舞台嘛。人生是安尼啊，你有传落来啊嘛。对啊，每一排，都莫去管的，反正就是你有团来嘛，歌派，对，连歌派、南管派，你不管啊，就来北投佚佗啊，大家每年有同学会嘛。你的牵手真正是你上好的，甲你做伴，嘛足大支持的力量。即嘛是安尼呢，我透早煮饭、洗衫。带囡仔上课，再去上班，嘿，是我做的咧，你无用咧，对无？我即摆是家庭主妇咧，买便当，买菜，来遮才会使讲，来遮才有讲。无啊，伊若无用，伊去做伊的代志啊，我就尽量互伊无后顾之忧啊，我会使吼，对无？我偷个我洗啊，衫洗啊，我来佚佗啊，系啊。所以你的歌，甲你的人，拢互阮深深感觉到一款甘愿，对家庭、对台湾音乐、对艺术的甘愿。人生是过程啦，因为这几年我有感觉一唔感觉，叫做力不从心啦。因为一个年的甲一个年的哦，像60甲65，啊，像65甲70。会敢若落楼梯呐，所以你要紧交接，你会感觉上尾一个师傅嘛，旧年宜兰师，旧年去天国嘛，对无？你就讲
反正就不管了，会使做偌济算偌济嘛。啊，我音乐剧我若写了，我搞音乐剧我若写偌济算偌济。啊，后日啦，因少年要安怎搬，咱就看有啊啦。对吧？何必想遐济？尽量甲写。现主是你咧讲一款心情。看过去的歌吼，咱莫用乐器，你安尼拣一条啊出来嗨好无？看是分油四海，还是红白达啦，还是得基数，还是慢慢来唱。我若用阮凯达格兰古调啦，因阮的淡水河边啊，较早去遮咧唱的啦。你是天边迄粒星，我是船顶闪烁的火。咱两人相逢在暗暝，心里甲我放袂记，行过车路等星红灯。一个月到了，等领薪水，一世人拢伫等过年的炮仔声。讲尾这个呢？你敢有等？你心所爱？袂歹哦，这正迄个淡水河边的迄个古调，我囡仔听的，只是我较添醋尔。等着心所爱的老师到现场，老师，我要诚意甲你邀请，但咱心所爱的歌讲头前，引落一个甲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互阮永远流传的手艺。老师，来，等了哦，是来。老师，请坐。冷冷的风吹阮红红的目眶，红目达一路行来到咱的面头前。音乐有传承也有改变，但明忠老师用伊的音乐来唱出台湾的感情，互咱听到台湾人迄款坎坎坷坷，不过悠远坚强的生命。老师，人生就是安尼，多谢你来，是，多谢。心所爱的歌，感谢陈明忠老师，好朋友，下回咱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哦，多谢我。